澳門漏水檢測包埋維修一條龍服務，先用熱成像儀探測大概漏水點，標記大概位置，方便查找漏水。跟住再用水喉傳音機聽測水喉漏水點，確認漏水位置。確認之後，即刻開始鑿開瓷磚揾水喉漏水點。啱啱鑿開都已經睇到有水流出。我哋繼續擴大生口，可以見到四周都開始滲水，直至睇到水喉。跟住水喉滲水落嚟嘅方向繼續鑿，直至睇到大概漏水所有位置水喉。依家可以好明顯睇到漏水點。確認漏水位置換出舊喉，用更加穩盡嘅落配件接駁新喉，再補返瓷磚，收工。